前年啊，尖沙咀同沙田圍咧有兩個路口劃咗對角過路處喎，令到行人可以合法咁樣打斜橫過十字路口。事隔2年呢，運輸署就計劃喺全港增至15個路口啦。而喺沙田嘅3個路口呢，似乎啲街坊嘅呼聲都幾高喎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去現場睇下啦。第一個路口呢，就係位於銀城街同百德街交界嘅，就位於沙田第一城嘅中心。平時咧都幾多人會咁樣打斜過馬路嘅，係往返各座住宅大廈同埋民生設施之間嘅重要路口啦。咁個設計咧就會參考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同埋加拿分道嘅，即係增設2個嘅對角過路處嘅中間咧，就會係一個方形嚟嘅。第二個咧就係安明街同安木街路口啦。呢度咧同之前畫嘅嗰啲2條過路處嘅設計唔同嘅，今次呢度咧只要畫1條嘅。就係連接石門站同埋石門村商場。咁啊，確實咧，主要嘅人流都係喺石門站出閘之後就打斜，直接過石門村斜對面嗰邊嘅比較多啦。第3個咧就係威爾斯親王醫院嘅路口啦，設計都係一樣嘅，會有多1條過路處連接第一城站同埋醫院。咁啊，其實人流都係以往返鐵路站出口同埋斜對面嘅醫院比較多啦。不過呢度就比較多長者行嘅。而且係車流量都相當大啦。如果劃線嘅同時要延長行人綠燈嘅時間嘅話呢，咁就要睇下實施之後嘅情況係點啦。